咱搁一摆，甲你边仔人讲平安，平安。咱的敬拜已经要开始，咱先安静心来祈祷。听完你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赐了安息日，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互阮用祈祷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。愿主你的平安赏赐伫阮的礼拜堂内面，伫每一个人的祈祷内面，伫每一人的敬拜内面，拢会当甲主真实相拄。愿主你的灵，嘛伫即时甲阮三角伫地，也保守阮的兄弟姊妹的脚步，每一个人平安来到阮的教会。愿将阮今仔日的祈祷甲敬拜仰望伫你的手。阮的感恩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上帝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思想。邀请咱每一个人来为咱家己的罪来祈祷。咱伫每一天、每时刻，也是伫每一个时间内面，咱可能拢会犯罪。但是伫诗篇32篇第50，甲咱讲：我对你摆列我的罪过，无隐瞒我的罪。我讲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，你就赦免我所犯的罪。雅各书5章16节讲：恁着三对认罪，三退祈祷，通得到医好。义人的祈祷，因的溃烂有大功效。所以这时，请咱来为着咱家己祈祷，也是有啥物人来得失咱的，用话，也是用眼神来互咱受伤的，咱这个时阵，咱嘛来赦免伊，咱嘛求上帝帮助咱，有赦免别人的溃烂，有勇气伫主的面前来认罪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是阮伫你面前摆列阮的罪，求你帮助，互阮无明白阮的罪，互阮会当常常伫你内面得到帮助，得到快乐，互阮也有赦免人的快乐，互阮三角认罪，三体祈祷，互阮的心得到美好，互阮的心得到开阔。主，我们将阮祈祷摆在你的面前，愿你帮助阮，互阮快乐，伫阮的生活中，真做。咱要来看一个经节，伫诗篇138篇20到30节。我要专心感谢你，伫这是上帝的面前要唱歌学乐你。我要向你的圣殿跪拜，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学乐你的名，因为你互你的话做大，赢过你所有的名。我求的日，你就应我，鼓舞我，互我的心有快乐。特别伫第3节讲，我求的日，你就应我，鼓励我，互我的心有快乐。伫华语讲，鼓励我，使我心里有力量。所以这个经节非常好。所以咱下面有一个呼求，学乐耶上帝的名，遮有整理几项。我相信咱。常常祈祷内面，咱家己有足侪学乐耶稣、学乐上帝的名，咱会当用这几项来学乐咱的主。伊是全能的上帝，主爱天父，咱用安尼来学乐咱主的名，咱做伙开嘴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你是阮全能的上帝，主，我要伫你的面前学乐你的名。主啊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你
就是阮的管台甲盾牌。主啊，你引带阮，正做阮的牧者。是主耶稣，阮们感谢你，愿你帮助阮，互阮有困难，互阮伫生活中一切你供应阮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好朋友，你阁是阮性命的保障，是阮喜乐的来源，阁是阮的医治者。主啊，我们将阮所有的祈祷摆咧伫你的面前，愿你纪念阮的祈祷，互阮的祈祷成做阮的性命的祝福。愿咱的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虽然苦境。虽然苦定常常为你我，伫你面前愿命挑战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是我的王父，有你同在，我就会得胜。所接咱要来为着咱家己的心灵来献上祈祷。咱为着咱家己的健康，为着咱身体软弱的所在来献上祈祷，为着咱的心会当得到平安，有喜乐的灵来祈祷，为着咱的灵命更新，搁较追求信仰，互咱的属灵的性命哪坚固。咱为着这三项，为着咱家己这三项来献上祈祷。是主耶稣，我伫你的面前来为祈祷。接，咱要来为着咱家己的家庭，甲咱厝内面的人来祈祷。咱来常常为着咱的厝的平安和谐来祈祷，为着咱厝内面的人的健康经济，伫每一个顶面，咱拢献上祈祷。特别咱求主将伊的疼连接伫每一个家庭内面，主赐福咱的家庭，因为咱的上帝是疼的源头。当咱甲主求这个疼的源头的时阵，主要将迄个疼放伫咱的家庭内面，所以请咱大家为着咱的家庭，甲咱家己咱的厝内面的人献上祈祷。是主耶稣，我要将阮的厝内面的人献伫祈祷内面，愿主你来帮助阮、保守阮，互阮的家庭拢伫主你的保守内底，主你的疼连接伫阮的家庭内面，嘛连接伫阮福强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庭内面，互因的厝内面有疼，有主你的平安、健康伫因的内面，特别将迄个连捌你的恩典赏赐互每一个家庭，互每一个家庭拢正做主你的囝儿、你的百姓。愿咱的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，阿门。伫这个祈祷的中间，我无写出来吼，特别要为着咱参与40天禁食祈祷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咱有200几个人签名，当然这是人次吼，但是有足侪人，伊是每一天咧禁食，为着40天要甲主耶稣同行，这个受难的路伫迄个祈祷内面，所以咱特别来为禁食祈祷的兄弟姊妹来献上感谢，献上祈祷。主啊，我们将教会内面参与伫40天禁食祈祷的兄弟姊妹献上祈祷，感谢主你呼召遐侪兄弟姊妹愿意委身伫禁食祈祷，伫这个服侍内面，愿主耶稣你的灵甲因三角地地保守因伫祈祷内面，得到主你的保守，互因祈祷有慧力有亮光，互这个祈祷真做阮富强教会祝福，愿咱的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你的名来求，阿门。继续，咱要为着教会内面软弱的肢体来祈祷。咱周报内面写的，也是你知影的，也是为着经济困难、信心失落的，要找工课，咱拢为因来祈祷。咱基督徒的这份，就是爱替人祈祷，所以咱请为着这几项来祈祷。上帝，我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，伫名下中献上祈祷。主，你是因的款待，你是因的盾牌，愿你保守因，愿宣告阮福强教会兄弟姊妹平安喜乐伫你内面，医治嘛伫你内面，愿灵数嘛保守因，因能早日得到平安。
所以，咱要来为着咱台湾的平安祈祷，啊，为着咱中南部欠水这个问题来祈祷。咱嘛主来赦免咱无好好来照顾咱所徛起的所在。咱为着这嘛来献上认罪，求主真掌权的主，互咱早一日会当离开这个无水的这个烦恼。互咱只是来为着台湾的平安，甲欠水来献上祈祷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为着台湾的平安来献上祈祷。祝福台湾这个土地，祝台湾是你所祝福的，主啊，祝福阮台湾这个土地，主啊，带领阮这种团队，主啊，一个民主新闻的角度，主啊，帮助阮伫国际地位决定提升，搁是有掌握。阮的国家行一个平安国度内面，主特别为着欠水这个事关献上祈祷，主赦免阮的罪，帮助会早日的脱离这个欠水的问题。主啊，你是掌管一切主，主啊，你是保护阮的主，愿你赐福，愿阮祈祷中，主你来成就这个欠水的代志得到解决，愿主帮助阮的祈祷，感恩拢是奉你的名求，阿门。所以，咱要为教会的牧者，咱的首长，咱的团队的每一个首长来献上祈祷，包括小组长也是主吉学，咱求主来帮助因，互因服侍有快乐，互因的灵魂形成，身体健壮，服侍有亮光，跑走无野线。咱爱常常为着咱的牧者，为着咱的区长，为着咱的团队的首长来因守望，为因祈祷，咱做伙开嘴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愿你来祝福阮的牧者，阮三位牧者，阮的区长，有阮的小组长，阮的长子，阮每一个同工，拢摆在你的面前，愿主你用你的恩来保护伊，愿伊在服侍内面，实在是你的贵力，主你正做因的大牧者来引带因，帮助因，特别伫因的身躯的健康顶面，主你大大赐乐，愿你帮助保守听阮的祈祷，阿门。咱继续来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献上祈祷，为着詹牧师今仔日的讲道求上帝帮助伊，伊今仔日有对主来智慧甲口才来帮助咱，互咱搁较捌上帝爱咱所行的路。咱为着咱今仔服侍团队同工来献上祈祷，为着咱家己、咱的会友、坐伫你边的人，每一个属富强教会的人，会当有同心敬拜的灵伫遮，不管伊是伫网络顶面，还是伫任何一个所在，咱拢摕来祈祷，来为这三项来献上祈祷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阮将阮的詹牧师仰望伫你的手，愿你恩膏伊，帮助伊，互伊今仔日的讲道所口放的信息，都是对你来的智慧甲能力。主你恩膏伊的口才，互伊所讲的拢是有气力的，活水泉源流落阮的心。主嘛帮助阮今仔日服侍同工，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人拢用同心合意、谦卑的心来服侍。主啊，每一个同工拢是你所拣选的，愿你拣选的拢受到你的祝福，愿你拣选的拢受到你的带领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大牧者，愿你引带阮，帮助阮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遮敬拜的时阵，用敬虔合一的心来敬拜你，互阮安静阮的心，安静阮的灵，互阮专一就是来敬拜你。愿你掌权伫阮整个的聚会内面，愿咱的祈祷感恩，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，阿门。最后，请咱起立，咱做伙用富强教会祈祷的宣告文来祝福咱的教会。咱举手，咱的正手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主耶稣的保护也靠。各满伫阮富强教会，甲所有会友、亲人、产业顶面，伫阮四周围起造属灵的城墙，切摆天使保护阮。求圣神光照阮富强教会，看见家己的破巧，无容阮撒旦伫阮甲兄弟姊妹身上有任何攻击的机会。
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将喜乐、医治、上天的平安、合一的敬拜甲服侍，告我离阮富强教会甲众兄弟姊妹心上，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虽然苦境常常围绕我。就会得胜。这个时阵，咱们大声来敬拜主，愿圣神直接教咱三角地底，将伊的困难赏赐予咱。用心思念我的心，我要学乐主，亲像早时代的美好。用心思念我的心，我要学乐主，亲像早时代的美好。学乐主，学乐主，亲像早时代。耶稣掌管，对着攻击的时阵，耶稣掌管，无看环境，只要专心来相信，耶稣掌管，伊凡事拢掌管。哈利路亚，来唱哈利路亚，哈利。
掌管的每一晚，耶稣已掌管。主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任何了大感谢，人子的至高，来主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已掌管的每一晚。这是一条宣告的诗歌，家己喜欢用宣告的心来支持生活。大水泛滥的时阵，耶稣，耶稣，无话环境，只要专心来相信，耶稣掌管，你万事拢掌管。哈利路亚，来唱哈利路亚。掌管的每一天，耶稣掌管，你掌管的每一天，耶稣你掌管。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所交咱来吟圣诗184首。上帝叫他那里叫他，我的是路我，今我比比小可的人，互我甲伊困我，因为我。为保守所高头伊
请爱主上帝，新的一日，新的恩典，新的恩膏，新的祝福，临到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。特别伫这个圣的主日，求主搁一摆，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伫地，将你的笑面来光照阮，来帮助阮，互阮伫早起时下礼拜，搁一摆看见伫你的阳光，也看见主你伫阮生命中所要赏赐的祝福甲恩典。主啊，求主你的圣神也甲阮每一个人三甲伫地。主啊，因为若亲像圣经讲，你的圣神伫倒落就有自由。主啊，求你互阮伫早起时下礼拜，互阮的生命搁一摆得到透放，得到更新，得到改变。互阮伫主你的内面，搁一摆得到你的帮助，得到你的祝福。主啊，将早起时的礼拜，拢归荣光来互你。即时，我嘛用主你教导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。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灵亲像伫天灵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地狱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大家请坐，将以下的时间交咱的书会。请咱三甲来启应。启应文第21篇，诗篇93篇，由我来启，会众来应。上主做王掌权，上主用威严做衫穿，伊建立世界。你的宝座对古早就建立。上主啊，大水发发好。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。上主啊，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你是至尊至圣全能的爸，我满心感谢阿罗你。伫今仔主圣的主日，带阮来到你的面前，吟诗敬拜祈祷，阮感谢你听阮真人，因为你看每一人拢诚做是宝贝。你实实在在疼惜阮，伫你是阮的宝座前得怜悯、得保护。今日是一个救恩，叫一切信你的人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有看见家己的不足甲欠缺，你嘛知阮隐捌的罪。掠阮最骄傲的事，常常来得罪你，恳求你怜悯赦免。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顺通你的旨意，伫你无限的计划中，诚做荣耀你的器具。主啊，早期来到咱台湾传教的牧师、传教者，为主奉献一生，因为因知人的一生应该荣耀主来活，一切才能拢是主你所赏赐安排，所以。咱毋通注重世上表面的财富甲地位，免得迷失伫生命的真光，抵袂到看见主的救恩。咱爱注目伫上帝，借着上帝信心的气力来成做世上一切的事，是为着主来做，毋是为着家己的意来做。世上就会更较和谐、平静、快乐。即时嘛，为着咱教会中具体欠咱心灵软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求主医治安慰夫妻，早日康复。有家庭、婚姻、事业、工课、经济需要的，求主你赐下帮助，度过难关甲经济困境。即是阮台湾嘛，拢足久无落下雨水，请主你赏赐，阮有够爷雨水来滋润大地。总是阮嘛有一个欠缺，无够爷照顾袂着所在。因为人是有限的，阮需要对你来的智慧甲气力引带，恳求主是阮来帮助解决。
即时嘛恳求主教阮弟弟，使我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，互詹牧师今早起所要传教的信息，生命的自省来成做阮提醒甲学习，使互阮搁一摆领受属灵的美粮来甲你三个人，同心伫你的面前，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信主的名求，阿门。情可临到一时，耶稣就记伫我，你的心我临到一时。讲受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哈该书第1章第5节到13节。所以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。恁要用心检讨恁的行为，恁夜正济，修行少，恁食毋捌食较饱，恁啉毋捌啉较止焦，恁穿毋捌穿较少，恁趁钱拢囥落去破空的钱地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，要用心检讨恁的行为，要爬去山顶出一寡木材，起一间我以外的殿。互我通显示我的荣光，上主安尼宣布：恁期待丰收，但倒收较少；摕转来的，我用风甲因吹走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是安怎我要安尼做？因为我的殿要荒废，恁逐人竟然为着恁家己的厝咧无用，所以天无落雨，地无出土产。我要用旷旱的土地、山岭、五谷、新酒、橄榄油、地出产的米、人类、精生以及人劳苦得到的物件，拢受到灾害。迄时，撒那天的囝所罗巴伯甲约瑟大的囝大祭司阿苏亚，以及所剩的子民，拢服从上主因的上帝的话。就是上主差派来的先知哈该的信息，众人嘛拢敬畏上主。然后上主的使者哈该奉上主差派，对人民通话讲：上主讲，我教恁弟弟。圣经读到这，愿主赐福听懂伊话的人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大家平安。咱伫讲到进前，咱看见伫咱的圣歌队的这个所在，今仔毋是坐咱的圣歌队员，今仔是坐一群为早起因为白水溪教会为白河的所在来到咱的当中，要和咱来做伙分享因的服侍，也要和因做伙，和咱做伙分享伊的歌声。所以这个时阵，当伊要唱歌进前，咱先邀请伫白水溪教会因的新长老来人介绍，咱嘛来认捌一个白水溪教会。咱用时间交新长老。詹牧师，富强教会的中职同工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叫做沈佑金，今仔日非常欢喜，甲阮教会的学生、志工做伙伫遮来甲大家报告、分享阮教会种种的状况甲事项。徛即个台顶，感觉非常的温暖，因为富强教会是一个好款待人、愿意接纳、真热情的教会。伫遮真正是非常感谢，有几项事甲大家分享阮白水溪教会的遮个事工。咱来当来看导演的部分。白水溪教会是伫1874年设教，由江威林牧师伫遐伫宣教。伊非常的地理的环境吼，住伫个白河区的白河水库内底，所以淡薄仔偏僻。庄呢？当有3户毋是基督徒，所以阮的门帘拢是迄个大门拢是搭春联，拢是搭基督教的迄款的内容。
这个庄呢，即马有7成以上，拢是70岁起哩的长辈，吼。咱过来看后一页。阮甲严正吼有一个真深的关系，就是迄阵江伟林牧师伫遐宣教的时阵，有地方的歹徒放火要甲烧，牧师馆烧去了，伊人无死，伊拄仔行去受伤，行去家己报官府，所以有一句话讲：火烧白水溪，起严正来背。所以迄个故事是安尼来的。阮迄个所在真阔，差不多有8分地左右。阮有录影区，也嘛有亲像咱后一页，有小木屋，有43个单人床。所以有真侪时间，包括咱的篮球场，真侪时间拢有真侪兄弟姊妹伫遐使用，伫遐灵修，伫遐亲近上帝。这张图我台湾界列出来，就是讲你看到咱遮拢是长辈伫服侍较济啦。其中咱有看到一个白头毛的迄个兄弟，是安怎特别要来介绍伊咧？伊只要教会有需要，伊拢徛起来，不管测茶也好，不管烤草也好，伊非常的骨力。直到伊顶个月已经坐轮椅，无法度啊！伊讲伊甲因囝讲一定爱做即个事工，叫因囝佫继续做落去。即个代志是白水溪的缩影啦，缩影。你看营区遐尼大，社区遐尼大，拢是靠长辈较济，因为迄个地方其实无啥物产业，无啥物产业。佫另外一个故事，我是要甲大家报告讲，阮遐的主日学的囡仔，拢是较特殊的家庭出来。你对荧幕顶缘正手边，迄是阮学生的家庭。咱通看过外在的环境，就知影讲这家庭真正是非常的需要，较无相款。你看另外迄张伫病床迄张迄故事是安尼。有一天，教会带向敲电话给我讲，某某人伫基密病院，因为伫学校佚佗，爬去篮球场顶悬摔落来，脑震荡，送去病院。结果我去看病院第一个时间的时阵，无是大人，只有3个囡仔，而且迄个受伤的迄个囡仔是倒伫迄个一个人床遐呢。我甲问讲，你想倒伫遐？伊讲迄病床较大，要互因两个小妹倒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白水溪的现况。这是一个故事而已。阮伫迄个所在所做的，其实是这个社会最后一道风线，最后一道风线。有足侪时阵，政府也好，志工的单位也好，到伫遐时间拢过足久啊，时间拢过足久啊，拢是教会的同工，第一线的同工，就去迄个所在，伫遐咧帮衬，伫遐咧服侍。最后，我用第一讲一句话就是讲，白水溪教会其实跟时间在赛跑。即摆毋才3月份尔，总是阮3月份的中间，阮已经有3位兄弟已经拢离开啊，已经拢转去上帝遐。一位是因为独居，既然伫厝时毋知；2位是甲酒精有关系。兄弟姊妹，阮伫甲时间赛跑的中间，会继续努力，毋望白水溪通行一条路出来。所以今仔日特别甲阮的主日学的学生也好，也是长期咧关心白水溪的志工也好，阮用一首诗歌伫遮来甲大家做伙来分享。阮就腼腆的阮若腼腆唱甲伤细声，因为因足罕你看咧遮侪人。阮若腼腆的时阵搭劳烦大家甲阮斗唱，安尼好毋好？好，阮就要来准备献诗这条诗歌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麦克风打开了。
画出你，你的恩典路程行，让我真实的见到你，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的见到你。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。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看着回来哦，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的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。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。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好，向右转，向右转。咱搁一届用咱的掌声拍鼓啊，鼓励遮的细囝，啊，鼓励遮白水溪教会遮的同工。我想伫咱教会最近年初时，咱知咱有透这个大桥教会透过因的义卖，因的建堂，所以嘛来咱遮义卖因的泡菜。咱看最近咱嘛有做伙为着红山南门教会因咧义卖因的毛豆。咱看见当咱教会有一寡气力会当通帮赞其他教会的兄弟姊妹，咱就会当来付出咱所有的。我相信上帝互咱富强教会有遮好的恩典，有遮丰盛的产业，就是爱互咱通来回应，嘛通做伙来分享遮的恩典。所以咱看见伫白水溪教会来到伫咱的当中，分享因的故事，分享因的歌声，伊嘛带来非常好的农产品。所以当咱等下礼拜结束的时阵，你咱到伫1楼的招待所在，
来伊来为因的事工来为因奉献，也为因支持。上重要为因来祈祷，互因虽然伫偏乡的所在，但是上帝恩典也甲因三甲伫地，互因所做的拢有上帝的快乐来保守保护因。伫咱开始今日讲道进前，咱嘛搁做伙来祈祷。阮伫天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来你献上满心的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引带阮，搁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来敬拜阿罗你。主啊，特别伫即时，我要透过你圣经的话语，搁一摆来领受你的祝福，领受你的恩典。求主你帮助阮，也拍开阮的耳孔，拍开阮的心，甲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伫地。将以下的时间来专练交托仰望，求主来引带。原来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今日和大家来做伙分享到一个题目，叫做生命的自省。其实咱会发现，伫现代人非常的无用，一无用落，可能就会产生另外一个代志。这个用台语讲，可能音无共，但是用国语读就会共款。若是忙，若无用落，可能足侪代志就无法度看清楚，就变做青迷，看袂清。嘛有可能变做是另外一个忙，变做是非常毋知要安怎来进行，非常看袂清头前的道路。我想。虽然伫咱第一堂的兄弟姊妹，可能有一寡人已经退休，无伫工作啊，但是退休的生活其实嘛真无用，可能爱照顾孙仔，可能嘛爱逐家去买菜，可能逐工嘛有家己的活动爱进行。所以无论是即马伫上班，有家己的家庭爱照顾，还是已经退休，咱拢有家己的代志爱无用，咱拢有家己的时间爱安排。但是常常一无用落来，咱就会袂记哩啥物是上重要的代志。一无用落，可能就袂记你啥物是原本爱先做的代志。当咱看见伫圣经传道书的作者，伊所讲一项代志，伊讲伊为着家己来做侪的工程，伊去做厝体，伊有非常侪的羊群、牛群。伊讲伊阁有侪的金银财宝，而且伊讲伊有非常侪物件。有世间一切水的物件，但是最后，这个作者伊讲，但是伊看伊手所做的一切，拢是空空。伊认为伊一生所做的遮个代志，拢亲像用网仔在掠风一样。伊讲无任何的利益。为什么这个作者会安尼讲？其实，这个作者伊所体会的，这个作者伊所经历的代志，毋那是伫传道书的年代，这亲像嘛是咱现代人所拄着的。那么常常一直咧追求某一项代志，常常伫咱家己所伫意的代志，不断在追求，直到袂记哩啥物较是人生上重要的意义，啥物较是咱人生一定爱去追找的物件。今仔咱所看的经文，咱看见是哈该书，这个背景是当以色列人因会当转到伫因的故乡耶路撒冷的时，原本因转到伫因的故乡耶路撒冷，因上重要第一项代志，因爱起造因的圣殿，但是因却袂记哩上重要的代志是啥？伫以色列的历史中，咱先来看，因其实有3届会当转到伫因的故乡，转到伫耶路撒冷的时。第一届就是咱今仔所看的哈该书的背景，当波斯帝国因打败巴比伦了后，因就第一届转来伫耶路撒冷，然后第二届过了80天，另外一个人佫带因转来，继续第3届过了13天，佫有一批的以色列人佫一届转到耶路撒冷。其实每一届转到耶路撒冷，因拢有无共款的任务，拢有无共款的代志爱做。但是特别伫第一届，咱今所看的经文，因上重要就是要转来起造圣殿，因为因的圣殿已经毁坏啊，因所敬拜的中心已经无去啊，所以遮个以色列人因转来第一项上重要的代志，就是爱起造。所以拄仔所讲，
经过先知耶利米原本所预言讲70当了后，才会受领以色列人通转到因的故乡，时间真正到啊！70当的时间所预言的时间真正到啊！所以，以色列人因非常的欢喜，总算会当转到伫家己的故乡，所以因就真欢喜，甲转去。先知哈该伊嘛含这以色列人伫第一批的民众做伙转到伫耶路撒冷。因转去第一项代志，除了去家己的厝以外，上重要就是头前咧讲，因爱起圣殿，然后爱将过去无去的这个节期，搁一届来找回来。但是，这以色列人因虽然欢喜转到伫耶路撒冷，转到伫因的故乡，但是因为非常多因素，互这个起圣殿原本非常重要的工程。搁因16当，因较开始去圣殿。今咱看的经文是为第5节开始来看。当你看圣经，为头前第1节开始看，看第4节，你会看见为什么以色列人因无将去圣殿的代志放伫第一项？因为转到伫的故乡，因毋是想讲要去圣殿，因咧想讲要先家己的厝起好。圣经描述讲，因除了将伊的厝起好以外，搁起互水，因阁袂记得上帝互因转到伫耶路撒冷，转到伊的故乡，上重要的代志是啥物？所以种种的因素过了16当，过了16当，因才开始在做起圣殿的这个工作。上帝派先知哈该，搁一届对因来讲话，甲因提醒，互因了解啥物才是生命中上重要的代志。互因搁一摆看见生命，啥物是优先需要去进行的。特别咱即马伫大斋节期，这40天的期间，搁过2礼拜，搁过2、3礼拜，咱就准备搁爱进入着受难周，然后搁过偌济。特别伫这个大斋节期，互咱有真好的一个思考，嘛，搁一摆互咱来想，伫咱的生命。咱所伫意的是啥？咱的生命在追找的是啥？咱敢有搁一摆思考耶稣基督伫咱的生命的意义是啥物？透过今仔的讲道，透过今仔的分享，咱嘛做伙来学习，要安怎来重新调整咱生命的顺序。所以第一个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，咱爱学习重新来排咱生命的顺序。伫咱一开始看的经文，哈该伊对这以色列百姓伊讲，所以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，恁着用心检讨你的行为，恁也正济修正者。哈该讲了非常济，恁爱省察家己的行为，好好检讨。所以拄仔讲即句话后壁，佮讲非常济，因为因无用心伫思考。无用心检讨所带来的效果。其实咱先来看“省察”这2字伫原文有2个非常重要的意思，一个就是爱放伫心思，放伫你的心肝内面；另外一个就是爱去思想。哈该爱遮以色列百姓去想一项代志，恁敢有用心去想恁即摆所做的是啥物？若是直接将这个原文你直接翻译，伊的意思就是。恁敢有将你的心思意念放伫你家己做代志的方式？意思就是你在做代志，你在做任何的代志，你敢有透过你的思考，你敢有透过你的心思意念，在决定你要安怎做这项代志？所以哈该咧甲这百姓讲，恁在做这个代志，恁去家己的厝体，恁袂记你去圣殿，恁敢有清楚知影恁在做的代志是啥物？咱看见伫咱今仔看的经文，先知不止一届叫因爱检讨，叫因爱放心思伫这项代志。其实伫后壁的经文，咱搁看一届，哈该搁甲因讲，恁着爱检讨你的行为。先知爱百姓爱去想，你敢有检讨？你敢有去想你家己的行为，你的生活？其实回想咱家己每一项的生活，回想咱家己的时间。
伫咱的日常的生活，咱敢有会当安静思考的时间？咱敢有一个安静会当自省的时间？有时阵，当咱逐工目睭一拍开，就开始想我今仔要创啥，我今仔有啥物款的代志要处理，然后为目睭一天开，一直到暗时要困之前，搁咧想我明仔载要做啥物。可能伫一工无用了后，咱拢无好好的时间，无一个安静的时间通咧想，我敢有一个重新看见我生命的顺序，重新看见我生命应该爱用心思想，爱放伫心肝爱思考的代志。咱敢有安尼款的时间？咱敢有即个会当自省安静的时间？其实咱会当理解，百姓因转到伫个故乡，为啥伊要头一件经文讲为啥伊要先起家己的厝？其实咱能理解，因转到伫耶路撒冷迄个所在，已经全部的物件拢拆毁去啊，因原本的厝嘛拆毁去啊，圣殿嘛拆毁去啊。若是遮百姓转到伫耶路撒冷，伊无先起厝，伊要住伫倒位？所以咱嘛会当理解讲啊，确实啦，遮人若无先起家己的厝，无所在通住嘛。但是重要是，你看头一件经文讲，因不只是起厝，是将伊的厝佫起佫较水，起佫较大。地教袂记哩，啥物较是上重要的代志？但是先知嘛因思考，就是后壁的经文，伊讲哦，为什么恁带着希望伫夜景，收成却无非常的多？为什么恁拍拼工作？却永远趁无够恁用？为什么你敢摕到的佫较济，拥有的非常济，但是为什么无法度得到真正的满足？所以经文咱所读到有讲啊，夜种济，收成少，食嘛食袂饱，穿嘛穿袂烧，期待丰收，颠倒收的佫较少。先知爱因好好啊去思考。因思考的代志是啥？为什么你虽然恁有非常济，恁有家己好的厝，恁有家己的代志做了非常的好，但是实际上却是这款的情形。其实先知咧甲因提醒，嘛是互咱咧思考。为什么有时阵咱敢若带着一个希望咧夜景，带着一个愿望咧做某一项代志？为什么拢敢足拍拼咧工作啊？为什么拢无法度得到好的收入？足拍拼咧工作啊？为什么无法度得到好的结果？为什么我敢若有物件愈拥有的愈侪，但是为什么无法度得到真正的满足？其实先知非常清楚地讲，上帝为什么互因的期待无法度来成功？根本原因是因的生命中袂记哩上帝是，因的生命袂记哩上帝啊！因所伫的只有伊家己，我会，先从我家己想袂先满足，上到我家己的厝先起互水，先互我的腹肚先通食互饱，通互我家己先穿互烧，我所野的种，我要先得到收成。毋是讲袂当去追求咱家己人生的梦想，毋是讲袂当去做咱期待的代志，会使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咱伫做遮个代志的时，敢有就上帝放伫遮个代志的内面，还是咱永远拢靠伫家己在做咧？耶稣伫马太福音第6章33安尼讲：恁爱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遮个物件就拢要加添互恁啊！耶稣讲上重要的是啥？上重要先求伊的国，先求伊的义，遮个物件拢要加添互恁。咱伫追求的是啥？咱伫追求的顺序敢有是正确的？当咱无将上帝放伫咱生命的第一位，咱对上帝的优先的顺序若是出问题，咱来思考，敢是真济的时阵，咱拢先顾家己的代志。咱拢先顾家己的代志，将上帝的代志摆到上尾后。可能有人伫你的小组、伫你的牧区，还是伫某一寡活动，你可能有做过这个活动，就是请你写10个你感觉人生非常重要的代志，也是价值观。
但是请大家即马先莫写。当即个你写了10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也是代志，写了后，这个代志当是有形的，嘛会当是无形的。当你写了后，我请你做一项代志，10个你感觉非常重要，但是先请你汰掉2个，剩8个你搁汰掉2个，剩6个，搁汰掉2个，剩4个，搁汰掉2个，剩2个。最后，这2个当中去找一个，你感觉即马你人生上重要的代志是啥？前个月我嘛带这个青少年做了这个活动，当然对因来讲，即马人生什物价值观，也是要追求的，可能对伊来讲，可能佫有一寡远。但是因咱写落，因即马想要做的代志是啥？想要完成的代志。但是我要讲，就算最后一项，毋是留落信仰，也是上帝，我嘛要甲你讲，袂要紧。但是你伫最后留落来迄项，你敢有将上帝放伫内面，这较是重要。咱人生拢有无共款要追求的，咱人生拢有无共款咱伫意的代志。但无论安怎刣，安怎去减，上重要你所上伫意迄个代志，你敢有将上帝放伫内面，这才是上重要的。所以当你有机会转去，你通家己写，你嘛会当你的厝内人做伙分享。但是先生和太太要注意，最后若毋是留先生，也是太太嘛，袂当去冤家。所以这嘛是一项，互咱会当来思考，什么是咱人生即马排上重要的代志。但是不论最后一个留是啥物，爱上记将上帝放伫内面，求上帝来引带。所以伫诗篇127篇第1节，诗人安尼讲：厝体若毋是上主起造，起造的人着空空着无；城若毋是上主固守，守望的人着白白更新。咱人生的起造，若毋是起造伫上帝的顶面。咱的一生，若毋是军队伫主的脚步，咱所做的一切可能就是空空。所以，先知哈该一开始甲因提醒一项非常的重要的代志，毋是要当起厝，毋是要当去夜景，但是恁敢有就上帝放伫这个代志的上帝一位。所以，这嘛互咱来思考，咱即摆生命优先的顺序伫倒落？咱即摆是到底是咧为啥辛苦，为啥咧无用？咱敢有伫咱所无用代志，真正得到满足吗？咱嘛会当趁这个机会，搁一摆来想咱家己的生命。第二项代志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，爱建立一个心灵的圣殿，爱重新建立一个心灵的圣殿。拄所讲到，这以色列百姓因转到伫耶路撒冷上重要爱起造的圣殿，这是上帝意爱因所做的。但是咱看到带的经文第1章第7节到第8节，哈该伊安尼讲，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恁着用心检讨你的行为，着爬去山顶，取一寡木材，起一间我意爱的殿，互我通显示我的荣光。上主安尼来宣布。其实咱了解圣殿是以色列百姓因的信仰的中心，伫圣殿内面，互人搁一摆和上帝相拄。也互人通悔改，通互人定心和上帝的心意，搁一摆有好的连结。搁较重要，圣殿是要表明上帝的临在，也表明上帝的荣光。所以上帝希望因透过圣殿的建立，嘛要互因搁一摆找转因对上帝的信仰。因为咱在因受了到伫远远的所在，就是因为因无倚靠上帝。所以，上帝透过互因中顶起圣殿，互因来找转原本对伊的信仰，嘛互因对上帝有搁较大的信心。其实，咱看圣殿这项代志，耶路撒冷的历史，耶路撒冷的圣殿，其实你即马到以色列已经看无啊，剩一面的城墙尔。但是，你看过去以色列的圣殿的历史。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王伊所建立的，但是嘛互人拆毁。第二个圣殿就是咱今仔所看的经文这段，因后来起了第二个圣殿。第二个圣殿到伫差不多耶稣迄个时代，希律王佫继续甲这个圣殿起佫较大，但是最后这个圣殿嘛是犹原佫拆毁。所以咱看见，虽然上帝意爱原本遮以色列人转去起造一个看会到的圣殿。但是咱看见这个看会到圣殿已经看袂到啊！
所以较重要，毋是一个看会到的圣殿，看会到的圣殿，随往会当互人看见，哇，真正是一个上帝荣光、上帝临在。但是，佫较重要的是，互人看见一个起造伫咱心灵内面的圣殿。伫当时，第一个圣殿要起造的时，大比王伊心中意爱要起一个圣殿来互上帝来住伫遐。所以原本大比王有这个计划，伊就甲伊身躯边的这个先知拿单讲，我想要起一个圣殿来互上帝来住。但是伫暗时，耶和华的话就到伫这个先知拿单的话讲，你去甲大比讲耶和华讲，你敢会当起造一个圣殿来互我住呢？我毋捌住伫圣殿宇，常常伫会幕来。这甲百姓同治的，所以你看见，虽然大卫一开始要起一个圣殿，但是上帝的心意是啥？伊讲，敢有任何的圣殿通互伊住？起一个实体的圣殿，上帝真正嘛会住伫遐吗？啊是佫较重要的是，上帝要住伫咱的心灵内面的。上帝讲，伊常常伫伊的会幕，甲伊的百姓做伙。做伙意思是啥？就是同在嘛，同在伫咱的生命内面。虽往后面，大卫的后生所罗门王真正起一个圣殿，但是起了迄个圣殿，百姓就真正是仰望上帝，将荣光归予上帝吗？咱看见后面的结果，虽然有一个实体的圣殿，但是最后的百姓，因的心犹原无敬拜上帝。所以虽然大卫意爱讲起一个圣殿，但是上帝的意思，伊所想象的，和大卫所想象和上帝所意爱，却是无共。当大卫讲要起一个圣殿给上帝住了后，这个头前的经文第7章，过了无偌后壁，无偌久，大卫就做一项代志。有一天，伊为伊的面床起来，已经下晡时啊。伊看到一个妇人人在洗身躯，佮生了真水，然后伊就将这个妇人人叫来伊住的所在，然后最后为着要带这个妇人人将伊的先生杀死。你看头前要起圣殿，要将荣光归予上帝大卫，过无偌久，伊却做出这款的代志。所以咱了解实体一个圣殿。和人的内心对一个较重要。虽然有一个实体的圣殿伫遐，但是人的内心若无改变，人的内心若是无真正的起造无改变，然后一个实体的圣殿，敢若嘛无任何的作用，敢毋是？所以无论圣殿的起造还是重启，其实拢是一个实体的建筑物尔。但是佫较重要的是，内心的圣殿敢有建立起来。上帝看重的，毋是一个非常水、非常大的圣殿，毋是一个非常大会当互伊通住的所在。佫较重要，伊愿意是住伫咱心内圣殿，甲咱三角地带。其实上帝伊一开始叫以色列人转到伫耶路撒冷起造圣殿，上帝的心意嘛，毋是不只要因起原本这个建筑物。是要互因搁一摆起造因内心对上帝的信心、对上帝的信仰，伫内心起造伫迄个圣殿，敢毋是？所以保罗先生伫哥林多前书3章17节嘛讲：囝毋知恁是上帝的殿，上帝的神伫恁内面。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，上帝会互伊毁灭，因为上帝的殿是神圣的，恁就是迄个殿。即马无一个实体的圣殿。但是，保罗先生伊讲，咱每一项就是迄个圣殿。你的心、你的专内，就是迄个圣殿。恁是上帝的圣殿，但是咱起造是啥物款的圣殿呢？当耶稣有一摆，你去到伫圣殿内面，伊看见圣殿内面侪人伫遐做买卖。路加福音的记载，伊讲耶稣入去圣殿，就起手赶遐个卖物件的人出去，甲因讲：圣经有记载，我的厝应该是基督的殿，恁煞变做土匪仔窟。
约翰福音伊讲，恁遮的拢搬搬出去，毋通甲我的爸厝变做买卖的厝。当耶稣你去圣殿看见遮人买卖，看见遮人将圣殿亲像菜市仔共款咧划价。耶稣将遮人拢赶出去，然后甲讲：我爸的殿应该是基督的殿，我爸的殿应该是圣洁的殿，应该是一个非常会当互人伫遮安静建立甲上帝亲密关系的殿。其实咱上有时阵咱的内心嘛，亲像即个伫买卖的圣殿共款，亲像一个菜市仔共款，非常的差。当保罗先生讲，咱的性命、咱的心，就亲像圣殿的事，咱好来想，嘛想到耶稣伫圣殿伫赶出遮卖物件的人，或者咱嘛会想，咱的内心敢是嘛常常亲像一个伫买卖圣殿共款，足侪无共款的声音，足侪互咱感觉非常困扰的代志，一直伫咱的性命，伫咱的心。所以，咱今仔看见即个经文在讲，上重要是爱起造咱心灵的圣殿。当咱心内混乱的时，当咱心内感觉亲像菜市仔非常差的时，咱会当来安怎做？所以，伫即个时代，咱每一个人拢是一个圣殿，咱敢有好好来管理，而且好好来看咱的生命、咱的心，敢有适合来互上帝来带？咱敢有愿意来邀请上帝甲咱同在？你可能问牧师讲：哇，这看起来真困难呢！我要安怎将遮的代志随着赶出去？要将遮的代志要安怎变做一个非常圣洁的圣殿？其实，咱读的圣经，互咱一个真大的安慰。咱拄仔所读的第8节，伊伫要讲，咱爬去山顶，取一寡木材，起一间我意爱的殿。咱看见上帝讲要起一间意爱的殿进前，咱在一间圣殿完成，一间会当互上帝邀请上帝同在圣殿进前，你一定爱起造嘛。所以咱看见经文，伊讲取一寡木材的时阵，嘛是伫起造圣殿的过程，敢毋是？所以当咱的生命慢慢的调整。慢慢的更新，这嘛就亲像经文在讲，取一寡木材，慢慢的起造，慢慢的改变。我想这嘛是上帝所意爱，而且嘛上帝得到荣光的。可能你即马感觉你的内心真亲像迄个对买卖的圣殿，亲像菜市仔一样非常的差，但是慢慢的改变，慢慢的调整，重新起造迄个属于上帝的迄个圣殿。嘛，继续甲上帝有搁较近我亲密的关系。最后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的，除了重新起造心灵的圣殿以外，嘛要重新找转来敬畏的内心。拄仔所读的经文最后，当遮的百姓听了哈该对因的提醒，遮的百姓因就决定搁一届来起造圣殿，而且得到真大的鼓励。第1章的12节到13节，后壁伊讲众人嘛拢敬畏上主，然后上主的使者哈该奉上主差派，对人民传话讲：上主讲，我甲恁同在。当遮百姓受到鼓励，受到提醒，因搁一届回转因的心，讲我们敬畏上主。当咱所读的经文，伊讲。众人嘛拢敬畏上主，伫上主的面前。你若看华语的翻译内面有一句，伊讲在耶和华面前。其实这句话原本的意思嘛是咧讲，伫上帝的同在内面，就是叫因搁一届将上帝放伫因生命的中心。虽然看见因搁一届倒转来的意义，毋是规个民族的牵线，上重要的是因的心灵的牵线。将上帝靠转到因生命的中心，因所做的是，搁一届转到伫上帝同在内面，带着一个敬虔的心，带着一个对上帝敬畏的心。有时阵，
咱可能有一个非常健强的外貌，但是有时阵咱可能失落着迄个健强的内心。有时阵咱可能有一个健强的外貌，互人看见一个真好的外貌，但是有时阵咱的心可能无带着一个敬畏的心，可能无带着一个精神转向上帝的心。我想当遮以色列人，因咧起造圣殿，也是过去因的祖先因咧敬拜上帝的时，为虾米最后因面对是因的圣殿会拆毁？为虾米才转来以色列人因面对的是无法度继续来起造圣殿？真侪时阵是因有做，但是因却无一个真正是将上帝放伫因生命中心的这个心。我想，这个嘛是互咱学习的一种信仰的态度。我想，敬虔的心，也是咱讲敬畏的心，这是对咱的生命表现出对上帝，也对咱四周围的人上正确的回应。当咱若愿意敬畏上帝、敬虔上帝，将上帝放伫咱生命的中心第一位，当咱愿意降服伫上帝的面前，愿意来回应伊。我想，咱嘛用同款的态度来对咱四周围的兄弟姊妹，对咱厝内的人，对咱四周围的朋友。我想，这是一个信仰的态度，互咱做伙来学习，互咱来做伙敲找，搁一摆找转来迄个敬畏的内心，不只是对上帝，也对咱四周围的人。所以，伫提摩太前书，保罗先生嘛讲，操练身躯有淡薄的利益。毋过，敬虔对逐项拢有利益，因为有现今甲将来的应允。伊讲敬虔对逐项拢有利益，强调是一个敬虔的心，不只是对现在、对未来，拢有非常重要。伊讲是一个活命的应允。回到转一开始咧讲，咱即马是伫。过偌济40天，过偌济前40天的大灾节期，其实这个40天已经剩最后20天啊。20天结束了后，咱就搁要搁一届迎接这个过偌济的到来。其实伫这个40天内面，是咱的生命会当搁一届重新调整的时刻。特别这个40天，伊是要纪念，嘛，互咱思想。耶稣基督当时伫旷野40天伫遐磨练的时，我想这40天嘛是互咱一个真好练习的机会。一年有365天，特别播40天，即马剩20天啊。伊特别叫人播剩的这20天，好好来思考，好好来重新整理你的生命，好好来重新来看你的生命第一位到底是啥物。好好来调整你对上帝的心是啥物，搁一摆建立和上帝迄个亲近的关系。原件咱所看的经文，哈该对以色列百姓的提醒，也真做咱的提醒。特别伫这个大灾节期的时，嘛真做是咱上大的鼓励，也真做互咱搁一摆反省的机会。我想伫这个时代，当咱拢会当为咱的心来出发。为咱的心开始去建立迄个心灵的圣殿，调整咱生命重要的顺序，咱嘛会当更较了解上帝的心意是啥。除了互上帝欢喜以外，咱嘛会当真做别人的祝福。愿上帝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咱不时去思考生命的顺序是啥，不时去思考上帝伫我生命爱放伫对一位。不是去思考，我敢有将我的生命，将我这心灵的圣殿起造，欢迎上帝的临在。愿上帝帮助咱，也祝福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上，咱做伙来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用你祈祷。主啊，特别伫这个大灾节期的时，互阮搁一摆来思考阮生命的意义。主啊，特别伫过去的生命，可能阮拢为着家己的设想，为着家己的代志在努力，却袂记你爱将你放伫阮生命的头一位。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有一个回转的心，
将阮的目睭、将阮的心拢仰望伫你，互阮通来跟对伫你的骹步，也求主你帮助阮来改换阮的心思意念，一步一步来起造阮心灵的圣殿。邀请你浸入伫我的每一项的性命，互阮通伫你的同在内面，搁一摆来领受着你的恩典，也领受着你的疼痛。将每一个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，求主你的引带保守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这是咱做伙来唱一条的圣诗，圣诗560首，咱做伙起立来吟。只愿上帝荣光，上帝主灵灵好情行你，愿成灵大圣会曙光，南天开花蕊水，赐愿智慧，赐愿勇气，面对挑战向前行。面对挑战，叹气息，看世面乌色的包围，讲着基督还真道，行遐捆绑打伫头绑，信心坚固上学了，赐愿智慧，赐愿勇气，人生大力的父亲，人生大力的父亲，求你改造我到平衡，叫我苦中变谦卑，放纵自私不再见笑，无知风不灵放屁。赐愿勇气，天公无向无便利，天公无向无便利，查愿行上愿无票，紧紧做工，藏住基督人自亏，好受了的地头帮，赐愿智慧，赐愿勇气，无互你甲人失望，无互你甲人失望，求愿带你乱流一滴，痛会罪恶分不义，用你救赎大恩赐，最愿永更高之时，赐愿智慧，赐愿勇气，永远敬拜何塞你，永远敬拜何塞你。只是咱嘛为着几项代志，咱做伙来祈祷。第一项，咱嘛为着咱家己先来祈祷。特别伫大下讲道了后，咱嘛搁一摆来思考，伫咱的生命，可能咱即摆无将上帝放伫头一位，求上帝的怜悯，求上帝的帮助。咱嘛搁一摆思考，向上帝来求讨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将你放伫我生命的头一位，互我通一生来跟对你，来跟对着你的脚步。咱嘛为着咱的台湾继续来祈祷，特别咱看见伫最近的台湾，无论伫国际、伫社会，嘛是拄着侪的困难。求上帝来保守咱的台湾，保守咱的国家，也为着咱国家最近欠雨水、欠水的这样代志来求祷，求上帝来拍开天顶的门，
将这个雨水来灌压伫咱的土地，也为着咱教会中有需要兄弟姊妹为因来祈祷，求上帝帮助因，互因的心心灵搁一摆来得到勇敢。咱做伙开嘴为这个代志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的同在，主啊，是那个看过，主啊，是我们的同在，主，感谢你，搁在我们的同在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是我们的同在，感谢你的保守，稳定在每一个时刻，我们的同在，感谢你，是我们的同在，搁来看过，是我们的保守，时间看过，是我们的同在，看过是我们的同在。感谢你。万权能的上帝，阮的主，阮搁一摆来到你面前，你来祈祷。主啊，搁一摆就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到你的手中，求主互阮立定心志，互阮通一生掠你做阮性命的头，互阮通来跟对你。来跟对着你的脚步，一生行伫你为阮所引出的道路内面。主啊，帮助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特别伫这个受难周的节期，互阮搁一摆思考你对阮的意义，对阮每一项生命的意义是啥物？求你帮助阮，透过这个思考，透过祈祷，互阮甲你的关系搁较亲近，搁较亲密。主啊，这是我嘛为着阮的国家台湾来祈祷。阮看见伫最近有外交的问题，有社会问题，有经济问题。主啊，阮知遮侪代志，阮人无法度通解决，只有你通来解决，来帮助阮的国家。求主将你的平安赏赐伫阮的国家，特别伫遮政府的官员的身上，互因有对你来的智慧、聪明，通知安怎来治理这个国家，也将主你将你的喜乐。也放伫每一个台湾的百姓内面。虽望这个世代混乱，这个世代有侪的挑战，但是，互这个国家的百姓永远有喜乐的心，有一个愿望的心。主啊，阮特别嘛为着最近欠雨水的代志来祈祷，求主你来帮助，求主你互阮这个拄着的这个困难，求主开一条新的道路，互阮伫这个困难中，搁一摆看见伫你的奇妙，看见着你的恩惠。互阮搁一摆通了解，主啊，你是何等的奇妙，帮助阮的国家，帮助阮的每一个百姓，也特别帮助阮教会中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特别是伫新心灵拄着困难、拄着挑战、软弱的兄弟姊妹。主啊，你知因所挂虑的是啥？主啊，你知因所软弱的是啥？求主你来扶持因，互因搁一摆得到刚强，因为你是伊的大牧者。你要牵因的手来经过，到伫这个青翠的草坡，互因通安息伫你的怀抱中，享受着主你的平安、主你的喜乐。嘛，搁一摆将阮教会中每一个人交伫这个手中，求主继续引带，求主你来继续保护，互阮真正伫主你的保守，伫主你的恩典内面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大家请坐。这是啥咱三角的奉献。
请咱起立来迎奉献的圣诗。请坐。一周一金句，请咱掀开周报的最后一页，请咱用台语来念两解。这间店后来阳光要赢过进前的阳光，这是万军耶和华讲的。搁一这个所在，我要赏赐平安，这是万军耶和华讲的。哈该书2章9节，这间店后来阳光要赢过进前的阳光，这是万军耶和华讲的。搁伫这个所在，我要赏赐平安，这是万军耶和华讲的。哈该书2章9节，这是我的报告。咱看周报的第2页，下周的事务当中。第一段是陈信昌牧师来为台南新学院来做事工的报告。第2场是咱夏牧师。咱来看第4页。咱看第1点，欢迎北区区教会长老甲学童的诗班来伫咱教会献诗。今仔日因有准备一寡往来歌，还佫因的产品来义卖，吼，请各位兄弟姊妹会当伫咱的1楼来下因斗相共。咱来看第5点，本会定伫4月7号拜5暗时8点到10点，伫咱礼拜中心的4楼举办耶稣受难的礼拜，由咱敬拜团队来主办这个活动，主题是释迦耶稣，咱来透过诗歌、默想、祈祷、甲主三做伙，邀请咱所有兄弟姊妹备办心，咱来参加。咱来看第7点，本会潘敏信兄弟甲咱的张美玉的姊妹夫妇，因的处女潘凯丽甲陈炳君兄弟。定伫咱3月25拜6的下晡2点半，伫本会举行婚礼。恭喜咱，欢迎咱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加，并为这个家庭来代祷。咱来看第9点，本会伫普拉小组丁瑞林姊妹的老爸丁进行长老，伫3月14号蒙主文调安怀主席。92会，定伫3月26礼拜下晡3点，伫嘉南教会举行追修告别礼拜，请咱为伊做来代祷。咱来看第7页，爱上陪伴甲婚姻的关怀事工第3期智慧的选择课程，伫3月23开始，来帮助咱的婚姻受到挑战的兄弟姊妹甲会友。会当静心来思考，免做出无明确的决定。咱若想要参加的兄弟姊妹，咱来用手机来扫这个 QR code 来参加。以上咱请詹牧师补充报告。请乡亲们大家平安。补充报告讲题就是咱拄仔有看到，就是白水溪教会遮个儿童的诗班，佮有因遮个老师做伙来吼，所以伊已经先到伫1楼啦吼，所以咱等下到伫1楼的时阵，嘛会当透过因所预备代志来为因所做的事工吼，特别因所做的是遮个儿童课辅班的事工吼，
为着因来奉献吼，因拄啊酒报虽然讲是凤梨干啦吼，其实嘛有落新花啦吼。伊嘛该做落新花吼，所以等下礼拜结束时会当到伫1楼的所在啦吼。咱拄仔书会嘛有特别报告吼，但是嘛是搁甲大家来提醒，特别伫4月7号暗时吼，拜5暗时是咱全教会上受难周的一个礼拜吼，受难日的礼拜。所以邀请咱兄弟姊妹伫4月7日迄天暗时，做伙来到伫咱的教会，做伙伫。迄暗做伙来思想耶稣基督为咱受难的这个意义是啥物？然后拄仔书的嘛报告，后礼拜有一场，伫拜六有一场的婚礼，然后伫礼拜日嘛有另外一个丧礼吼，所以嘛请大家来关心吼，那我请大家来继续带到。最后一个报告的代志，就是咱后礼拜日吼，后礼拜日下晡共款2点半到5点吼，伫咱周末第8夜的第3点，伫咱教会有举办一个讲座啦吼，是咱台南中会的教育部所举办的一个讲座，伫咱教会的3楼的副堂的所在要举行一个讲座，所以嘛邀请咱的兄弟姊妹，若是对这个主题若有兴趣，嘛会当做伙报名来参加，吼会当做伙来参加吼。好。那安尼以上报告，咱将时间交互书会。上音，请咱来吟上音诗歌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吟诗线，咱请詹牧师作导。咱做来领受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、扶持甲相通，甲咱正兄弟姊妹三甲弟弟，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亲。阿免。大家请坐，来灭倒，来散会。